继续来看台湾第一对分管成功的连体婴中仁、中义两兄弟啊！这个兄哥张中仁，昨尾阿嬷伫咧环保局上班的时阵吐白烂，紧急送急救，原来是脑干出血，救无倒来过身咯。享年42岁，来结束着传奇的一生。 40当前出世的连体婴兄弟中仁、中义，代代病于替因动手术，是亚洲第一对成功分割案例。虽然当时医师有讲活袂过10岁，不过兄弟两个依然是展现坚强的生命力。不幸的是，伫台北市环保局清洁队上班的哥哥中仁，伫透早过身，享年42岁。 我们同仁昨天在下班时间，那发现说我们这个中仁同仁啊，那他在那个队部的楼下啊，那坐在轮椅上，那有吐白沫的状况，那所以立刻就联络119，帮他转送到台大医院去做急救。那医院后来判定是说他脑干出血，那急救到今天凌晨就不幸病逝了哈。 中仁的弟弟中义嘛，正是哥哥的死讯。回顾着中仁的面书，伊曾经伫去年12月有写2019年是梦想起步的一冬，还阁为家己立一个新目标。即马煞不幸过身，已经无法度阁看到中仁、中义兄弟两个像安尼做伙出现的画面。艺人陈凯伦透露，一早打电话给中义，中义讲哥哥离开了真突然，无交代后事，毋知要安怎较好。 即马后事交由陈凯伦的太太处理，会采基督教仪式。今年是中仁、中义连体婴分割40冬，原本是计划推出纪念活动，但是即马已经无法度完成，互各界感觉真遗憾。